来继续来看这件是桃园市的前市长郑文灿涉嫌贪污防收押，结果伊的子弟兵桃园市的议员张条龙，嘛因为牵涉到违建管辖的案件，防申请收押。上主要是为了桃园龙潭的一个土地违建，民众检举了后，并无直接来拆掉。 因为地主想要租予超商来做生意，所以去拜托这个张条龙协助管辖，卖甲列做违建。啊，讲迄间超商早起嘛打出着公告，暂停营业。 他们冻软以后，将来要申请到我们这个。在个聚会，替查某人劝求发声，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张条龙最近所牵涉一件土地关税案，将桃园地检署以贪污治罪条例给抓登去侦讯，今日暗透早就去检察官给申请扣押。桃园是航空事业的基地。当这参加活动，徛在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后边，嘛是郑文灿子弟兵。当时郑文灿hướng管要去看守所时，张条龙 若去家看，搁互伊锁回开。如今家己嘛抓着证据。根据了解，案件伫咧真侪年前，民众捌检举龙潭一批当伫咧起的非常建筑，当时hướng列作 A 类违建，应该是全部拆掉。不过地主暗算伫咧员工做互超商做生意，所以甲市议员张条龙တင်情，张条龍敢若斗相共关系，甚至道理，落尾这栋违建无互拆掉。就暂停营业啊！就是这间伫咧桃园超商。 真侪年前，红列作是违章建筑，而且店内底有人，电话嘛拢是拍开的。不过，敢若因为标违建证据，已经先打暂停营业。从来没有听过说我们议会有哪一个议员有通天的本领，一报即拆的案件。 可以最后这个没有拆，然后还可以再继续的这个让超商来使用相关的事项，其实也没有很明确，我们也只能静候司法调查的结果。 张透早才出席道路通车典礼，暗时就互带登去侦讯。不过，那张条龙捌担任工部处长王先生，和其他相关人以嫌犯和证人的身份，分别以8万到10万块交保，或者是抢回。张条龙敢是清白，都要交予司法来判定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